立法院这礼拜四要选委员会调集委员，国民党2号伫共识营有讨论，总调鲍坤基表示讲无排除甲民众党合作，这2天就会决定。外界风声讲国民党要让民众党一些调委，黄国昌早起是表示讲真感谢鲍坤基的诚意，也毋过伊强调讲改革是比位置重要。 民众党团早起召开记者会说明，司法改革2.0第一波相关修法法案，共整列4大重点，包括完善反贪腐法制、整列不法规正罪、整列影响力交易罪，加提悬贪污犯假释内限。也不过外界关注，立法院委员会调委之前2号就要登场，传出国民党团目前强势是偏向内由民众党继续调委。 我们从头到今天，其实都不强求，从来就没有去求过，或者是说希望拿什么换什么，尊重中国国民党党团的党内程序。那也感谢傅昆萁总召他们所示出来的善意。南亚立委罗斯宝接受访问的时表示，可能内让财政委员会的信息。也不过，若消息属实，国民党内让的人都是民众党立委黄珊珊。 我觉得应该合作了哦，他们8席嘛，我觉得一个会期给1席，这样刚好嘛。我早上收到一个 line， 有人跟我讲说，好像规划是财政。我们都保持最大的善意，重点是改革的法案尽快的落实，这比任何位置都重要。他们是认为是2个人打开了这个看起来，最后的结果不要就以这个斗争的开始了，尊重了。必须调委拿特别合作，另外立委表示尊重，只是拿被合消息传出了后，也引起南亚记者不满。黄国昌阁表示场。 改革比位置重要，会以平常心看待，绝对无强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